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你知道早年客家人如何把稻米脱壳变成白米的吗？你可能知道鼓风车，但是你知道土笼是什么吗？哇，原来这个土笼啊，就是把刚收成的稻谷啊，把这个壳跟米分离，用这台机器。那分离了之后呢，壳跟米啊都会在这一层，再放到后面的这个风抽。风抽之后呢，然后他们的那个米跟壳就会分离了。是的，这就是客家先民早年用来碾米的工具土笼，而且在当时十分普遍，几乎每户农家都有一个。其实早期在农业社会的时候，这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具。对，以前是没有土笼是不能生活啊。阿爸今年已经86岁，从15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做土笼，至今已经过了71个年头。以前的农家全部一家就有一个土笼，哇，那就代表土笼在当时是非常有重要性的，非常很贵的东西了。不过土笼师的地位在以前的确是蛮高的，因为土笼这东西是每一户农家都要有一个啊，所以说像阿公像这种土笼师，你请土笼师来家里做，你就要准备比较丰盛的大餐，就是怕土笼师会把你的土笼给乱做。哦，真的会这样哦，所以就是要有一点准备大餐来招呼他，宾至如归，让他一定要做好我的土笼这样。虽然重要，但是随着时代演变，现在已经很少看见土笼。在这里看到这么珍贵的农家文物，让我不禁手痒了起来。所以阿爸，我是不是这个这个是可以操作的嘛？对，可以操作的。好，那我来试看看。推要用力，拉也是要用力。好，用力往后。就是要冲啊，要冲回来。是卡。那也要。哦，有一个那个我懂了。不用太快，不用太快。哦，这样太快了。慢慢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人也可以吗？对。哦，哇，原来是这样磨出那个米的。这次背包客的客庄之旅，让我又一次大开眼界。